夢遊少年9樓墮下奇蹟生還，由9樓跌落2樓行人天橋嘅15歲夢遊少年，只係左手臂同右腕骨折，成嘅，不幸中之大幸就冇傷到個頭。佢阿爸話個仔細個就開始有夢遊㗎啦。個醫生嗰時問過佢哋，佢又話咁樣發作頻率咁稀咧，就應該冇咩嘢大件事嘅，咁咪冇理到咯。但係嚟講呢幾年都冇乜點。第一次病發嗰陣係3、4歲嗰陣，瞓覺突然之間起身喺通屋走，我哋見到佢有擘大眼，第二朝問佢咧，佢乜都唔知，仲鎖好晒啲門窗。去到8、9歲嗰陣都試過病發。前日下晝屋企冇人，讀中4嘅仔放學返到去沙田禾輋村屋企瞓晏覺，點知又嚟了。好彩佢冇撞親個頭，至執返條命仔咋。佢阿爸就話想申請調遷去到低層單位，以免再生意外。